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上。我係何之明，我係錢明生。以下係一則一師班嘅閱讀分享。我哋今日要介紹嘅書係《時代廣場的蟋蟀》，係美國作家 George Selden 同策劃家 Garth Williams 喺1960年嘅作品。當時呢本書好受歡迎，獲得1961年紐伯瑞兒童文學銀獎，仲被全球最大網上書店亞馬遜評選為20世紀全球50本最佳圖書之一添。時代廣場的蟋蟀嘅故事講述來自美國康州嘅蟋蟀柴斯特，由於為食條咗人嘅惻隱，意外被帶到100多公里之外嘅紐約時代廣場地鐵站，被報攤男孩馬里奧收留。喺報攤度，蟋蟀柴斯特結識咗2位紐約嘅蛋塔克老鼠亨利貓，並結下深友嘅友誼。呢份跨越物種、不論階層嘅情誼，彰顯人類大量嘅尊重、寬容與溫情。呢本書嘅故事內容都好得意吧？例如有一次，柴斯特因唔食咗報攤嘅栗子，闖咗大禍時，塔克老鼠就毫不猶豫咁攞晒佢全部嘅積蓄嚟幫手，一齊渡過難關。由於柴斯特有非凡嘅音樂天分，能夠精準模仿各種歌劇、民謠嘅旋律，好快柴斯特就成為地鐵嘅明星，令原本冷清嘅報攤生意火爆，仲幫咗馬里奧一家走出經濟困難。但喧鬧嘅掌聲同持續嘅表演，令柴斯特感到身心疲乏。比起城市嘅繁榮光環，佢更懷念鄉間嘅自由同寧靜。最終，塔克老鼠同亨利貓嘅尊重同理解，佢哋甘願放低眼前嘅利益，幫柴斯特離開紐約，重返故鄉田野，同舊夥伴再次開懷大笑。我哋應該學習諸多人品，遇到朋友陷入挫折、錯誤或困境時，大家應要實踐仁愛嘅精神，就係透過捨己、主動關懷以及具體行動，幫助對方積極反思、面對同尋求解決問題嘅辦法。多謝大家。